我是一名医生。我用了30年的时间，在研究怎样帮助他人摆脱疾病的痛苦。我再也没有想到，我会用10年的时间来调查研究医生是怎么去杀人的。我叫王志远，曾经在中国大陆第4军医大学航空医学系学习，毕业之后呢，先后呢担任航空军医和航空军医主任，长期从事航空医学的保证，也曾经担任过呢航空军医杂志的编委，在文革之后第1届这个全军军事医学这个委员会任个委员。1995年来到美国，在哈佛大学这个公共卫生学院的这个心血管研究中心从事呢一些心血管方面的一些这个研究。2006年3月9日，一条新闻改变了汪志远的生活轨迹。美国的中文媒体大纪元和新唐人电视台分别报道了2名证人指证，在中国的苏家屯有一个关押几千法轮功学员的集中营，那里的医生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器官。我和我的前任丈夫是在1999年至2004年之间在这家医院工作的。我的前夫曾经是摘除法轮功学员器官手术的一名脑外科医生。我在这里替他跟你们道歉。我曾经听我前夫说过，大多数的人他们都是身强力壮的，好多人还没有咽气，他们的器官就被摘除。被摘除后，有的人直接就丢在焚尸炉中，没有留下任何迹象。我的丈夫也曾经提出过不要做这种手术，但是那个时候，他自己也身不由己。当时我看了这个报道以后我第一感到很震惊，说这个很严重而且第二呢，我还不完全相信他这个讲的这个情况，就是常理上来讲，常识上来说，就觉得这个超出了人们的超出了我的这个常识了感到这个过于太严重了规模过于大了。因为当时他讲的是在苏家屯就关了6000多法轮功学员。艾丽这个女士的先生是医生嘛，经她的手就摘了2000多名法轮功学员的角膜。当时我们这个追查国际的主要的成员我们就聚在一起就研究讨论这个事情我们怎么办。所以大家共同认为赶紧调查，先不带观念，理解也好还不理解也好，不要去想象，那就去调查，直接到一线去调查。2003年，汪志远和一些志同道合的朋友共同成立了一个组织——追查国际，主要是调查在中国发生的对法轮功学员的人权迫害，并公布于众。从1999年7月份，当时的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发起了一场针对官方统计有7000万人修炼的中国法轮功信仰团体的迫害。在随后的几个月内，根据国际主要媒体报道，就有5000多法轮功学员被抓捕。虽然追查国际调查过各类针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迫害，但是活摘这还是第一次听到。所以当天晚上我们就
打通了苏家屯的医院。当时呢，医生护士这边没有问到什么，打通了，但是没问到什么，我们就打到了他那个锅炉房。锅炉房的工人说，他们那里有焚烧啊，这个尸体还比较多，男的女的都有。而且他们还捡了这个什么耳环啦、首饰啊这些东西，手表。这就是我们非常感到非常震惊，因为光听的那个消息震惊不可思议，但没有具体的东西。但这里呢，直接问到了锅炉房粉丝灭迹涉嫌粉丝灭迹，这就是一个大问题了。在我的印象中我从来没听说过哪个医院有锅炉房来烧尸体，都是医院有太平间这个停尸房，然后呢殡仪馆呢这个火葬场这个把人拉到那里去烧，但从来没有听说过哪个医院的锅炉房做这事。所以这件事情就给我的一个特强烈的影响，这件事情有可能是真的，但是我们还不能完全确定。在初步调查的基础上，汪志远和他的团队经过讨论，决定对国内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进行调查。从2006年到2007年，他们以患者家属需要找医生，询问调查了23家医院，主要是了解是否有法轮功学员的器官。得到的答复让人大吃一惊。调查对象：上海复旦大学中山医院移植病房医生。调查时间：2006年3月16日。怎么去了？喂，你好，你是中山医院对，是的病房，肝脏移植中心吗？对，是的。我是要咨询医生。等会儿我在医生那好吧？好。喂，你好，你好，你是医生吗？这个移植手术那可以做的。那要等多久啊？你过1个礼拜左右就可以做了。还有没有这种这个法轮功的这种提供的就说是很好，这个我们都是这种。调查对象：天津第一中心医院宋主任。调查时间：2006年3月15日。宋主任吗？您说吧。然后他那个医生跟他讲，就是说这个肾源挺好的，就是说那个他练功人家练什么功？练法轮功，就是练法轮功身体都比较好嘛，练功就想。你要给他这么一个。这种情况，我们也有这种所谓的叫不是有呼吸或者有心跳的一些东西，我们也会有。这个我们可能大概有，今年到目前为止，可能这样的有10几个这样的肾脏。给我影响最深的一个是对这个北京住在北京丰台的这个解放军307医院的肾移植科的肾源联系人，叫陈强这个人。这是我打的，我跟这个人前后将近1个月的接触，打了多次电话，就是一个患者家属的身份在打。他这个人说的就非常直截了当了，他这样说的：我们是官方警方监狱一条龙用作法轮功器官。我就直接问他，我说你怎么能确定这个法轮功学员的身份？怎么确定法轮功身份？他这样给我回答：到时候我们上面会给你出示材料，你懂吗？调查对象：解放军307医院肾移植联系人陈强。调查时间：2007年4月至5月。你这个东西呢，你怎么确定他是法轮功学员？这一点你了解过吗？那怎么确定法轮功学员？到时候我们这边头上面有人会给你出现资料，知道吗？他会出资料给你，这你放心。那好，那因为我现在给你，人家有资料，我个人简历什么资料都有。那好，但还有一个问题，我跟你说吧，
我跟你说白了，我这边呢全部都是我们这边也是通着关系，上面有上面的人，知道吗？像这些资料都不提升，我都拿给你，知道吗？那好，我就说啊，据说啊，有些人当初法轮功学员大量的上访啊，当初法轮功学员上访不报姓名，不提供地址，这样一些人的关系呢，很有可能这些人被做活摘器官。他说：“你懂吗？那我都知道，那是03年大量的呀，不报姓名留代号，你懂吗？不报姓名用代号管理。”他们这些呢，前些年因为法轮功学员上访没报姓名的，他们偷偷关起来了。这些没有登记也没注册。像这里面的也很正常，知道吗？他这就没留，我跟你说，他这里面没留下姓名，他都留代号，你明白吗？对对对。但是像这些你不留姓名的全部代号，我这个比你明白，全部都有代号留档案，知道吗？是这样的。那他光有代号的话，那应该还有真实名字的档案也是在里面了，对不对？真实名字查不出来的话，他只能留代号，知道吗？还有根据那个手印儿，个人的手印儿，他根据那个来，知道吗？那就等于是把他们这些人编了号关起来了，对不对？那肯定的，你像那他不编号，那到时候不乱套了吗？什么根据都没有，那哪行啊？这个人，我是07年跟他调查的，就那时候还是这样半公开状态。你想想看，是多么严重啊！所以说，我为什么感到心情很沉重呢？就感到他这个说话，他这办这事，完全是一个常规业务在做，而且大规模的在做，明码标价。当时联系一个省，他要我25万，要23万，我为了使他更那个相信啊，我给他多给2万，25万一个省移植。当我们听到这些医生回答的时候，是那样的自然，知道吧？那么直接。一开始啊，就在那几天，一开始啊，光包括那几天，甚至于没有太隐晦的说。你比如说，长征医院，上海的长征医院，就直接说了，我们这都是这个，就这样的回答。当然，有些医院后来我们打的有些医院就开始隐晦了，就不直接说了啊，这些事情不跟你解释不清，你来啊当面谈。南方周末是中国共产党广东省委机关报及南方日报主办的系列报纸之一。2010年3月，中国的一份报纸《南方周末》发表的文章，题目是《器官捐献迷宫，但见器官不见人》。文章说，2000年是中国器官移植的分水岭。2000年，中国的肝移植比1999年翻了10倍，2005年又翻了3倍。如果这个数据是准确的，那就意味着在短短6年的时间内，中国的肝脏1年移植数量增长了30倍，这是一个非常恐怖的增长。那么实际情况究竟是怎样的呢？汪志远和他的团队开始进行调查。首先，他们从网络上一家一家的统计在中国从事器官移植的医院数量，以及中国公开的一些肝肾移植的数量，得出的结论也是相当的惊人。中国大陆啊，99年以后出现了一个器官移植业的爆炸性增长了，有2个方面。第一，就是医院的数量上来说，99年以前一共19家医院。99年之后，2005年就发展到了500多家，相当于20多倍的增长。从肝移植的数量上来说，99年之前，20年的累计数量只有135例，91年到98年这8年期间，一共78例。可是99年以后呢？同样的8年，99年到06年这8年是多少呢？14085例，
平均每年是1700多例，多大的数量了？180多倍。什么叫爆炸性增长？这就是爆炸性增长。中国的器官移植业爆炸性增长，逐步影响到海外。2006年2月，中国凤凰周刊的一篇报道，描述了2002年以后，海外人士到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数量也在急剧增加。报道这样说，根据大韩移植协会曾对在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后回国的患者进行调查，结果发现，1999年、2000年和2001年前往中国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分别只有2人、1人和4人，而从2002年人数开始急剧增加。报道引述北京一家器官移植中心的韩国负责人的话说，在天津、北京、上海、杭州等大型医院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韩国患者，每月达70至80人。如果把中小医院加在一起，在大陆接受器官移植手术的患者每年达1000人。不仅如此，韩国人还带动了赴华器官移植的国际风潮。日本、马来西亚、印度、沙特阿拉伯、埃及，还有美国、加拿大等世界各地的患者蜂拥而至。一个国家的器官移植行业这样在短短几年内爆炸性的增长，这确实是一个很恐怖的事情。拿汪医生的话说，这不是服装来料加工、加班就可以生产出来的，这是一个一个人体器官积累起来的增长。那么，这些器官到底是从哪里来的呢？2005年11月，世界卫生组织 WHO 在菲律宾召开西太平洋区会议，时任卫生部副部长黄杰夫参加了会议，并首次提出，中国的器官移植供体大多数来源于死刑犯。仅仅几个月后，中共外交部又推翻了黄杰夫的说法。2006年3月28日，中国外交部发言人秦刚在例行记者会上强调，利用死刑犯器官进行移植是极个别的。而在2006年4月10日，卫生部发言人毛群安在卫生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移植的器官主要来自公民自愿捐献。在2年中，这些中共官员在不同场合的说法相互矛盾，一会儿说是死刑犯，一会儿又否认，一会儿又说是器官捐赠。那么事实到底是如何呢？作为中国的器官移植数量呢，黄杰夫曾经公开讲，肾移植的数量达5500到1万，他们公开称呢，就是一年大概是1万例左右，就肝肾移植1万多例。从2007年起，中国的死刑犯必须有最高法院复核后才能执行。那么，中国最高法院一年会复核多少死刑犯呢？根据腾讯网一篇名为《你应该知道的几个死刑数据》的报道，从2013年7月2日至2014年9月30日，中国裁判文书网一共公布了152份死刑复核裁定书。其中，复核死刑案件147起，复核不核准案件5起，
核准死刑人数165人。据报道强调，资料来源是中国裁判文书网，而中国裁判文书网是中国人民最高法院的官方网站。如果最高法院的统计是准确的，那从2013年7月到2014年9月，中国执行的死刑犯只有165人。根据中共的媒体报道，从2015年起，中国将全面停用死囚器官，完全用捐献者的器官。那么，中国的器官捐献现状到底是怎么样呢？《扬子晚报》是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晚报都市报。2011年2月25日，中国江苏省《扬子晚报》报道，据江苏省及南京市器官捐献试点工作新闻发布会消息，自去年3月成为全国10个人体器官捐献试点市之一以来，南京整年来没实现一例自愿器官捐献，而且在过去的20年内，南京也仅有3人捐献了器官组织。为了了解2015年的一年的器官捐献情况，追查国际曾于2015年12月6日至17日，分别调查了北京、上海、天津等中国最大的城市的红十字会器官捐献机构。调查对象：北京红十字会职员。调查时间：2015年12月6日。北京那个是红十字会是吧？对对对，我们就是值班的人员。哦。哎，我想问一下，就是因为我那个是有一个亲戚吧，要做那个移植啊，那医院都说那个就是红十字会呀，就是说你们这边就是说有都是这边捐的哈，我就想问一下，那我们在这边红十字会这里哈，就是那个有捐献的吗？您是指的那个器官捐献吗？啊，对，器官捐献。我们是北京市红十字会，现在这个工作我们还正在筹备阶段。调查对象：天津红十字会工作人员。调查时间：2015年12月11日。想问一下，你们这里那个捐献有多少人捐呢？什么意思？就是从建户到现在有多少人捐是吗？对，有多少个？有170多位。啊，你们是有啊？对这里面包不包括那个尸体捐献呢？啊，不包括，我们这只是那个都是健康的人给那个患者去捐献。对。那从什么时候有捐了100多个捐了几年呢？哪一年开始？从03年开始。2003年呢？啊，对。2003年到现在捐了100多个了哈。对。调查对象：上海黄浦区红十字会器官捐献办公室的职员。调查时间：2015年12月17日。捐了几个啊？上海市实现了5例。哦，实现了5例哈。因为你说捐献多少，因为各个区其他区的情况我不知道。实现了5例。哦，就是咱们上海市实现了5例是吧？对。这是一张上海长征医院移植科公布的肝肾移植登记表。肝移植申请表明确写上，肝移植病人的平均等候供肝时间为1周。而号称亚洲最大的器官移植中心
天津第一中心医院的东方器官移植中心的网站统计表明，该医院2005年533例肝移植，病人平均等待时间为2周。那么，在世界上器官移植最发达的美国，等待的时间是怎样的呢？美国啊，有1.2亿的自愿捐献的人群，有发达的全国捐献系统，啊，还有呢这个发达的全国的器官啊，还有这个发达的全国的网络系统。就这样，美国卫生部2007年报告，肝肾移植平均等待2至3年。我这里举个例子哈，就美国前副总统切尼在2012年报道说啊，他为了这个移植做这个心脏移植手术啊，在互联网的排队啊，等了将近2年时间，才完成了的手术，得到了一个器官。你想想看，在美国一个副总统做一个器官移植要等待2年多，可是在中国，啊，2至3周，1至2周，最快的4小时。当然，我们根据这个事情啊，我们除了这个网络上，这个资料上的分析调查之外，我们还进行了实地的调查，就是打电话到大陆这器官移植中心。调查对象：中南大学湘雅2医院肝移植科值班护士。调查时间：2015年3月19日。喂，你好，请问你齐海志在吗？你是哪一位？我就说你们那里现在做肝移植要等多长时间？要不要等啊？短的话就几天吧，长的话可能2个星期以上吧。2个星期以上？哦，不一定，有的时候几天，哦，有的时候几天就可以做，是吗？对对对。平均等待时间1至2周，这已经是个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在调查中还发现了更离奇的事情，在中国的器官移植中，居然存在着急诊移植。这是中国肝移植注册2006年度报告。2005年4月6日至2006年12月31日期间，收集的29个移植中心8486例肝移植数据中，4331例注明了是否是急诊移植，其中竟然就有高达1150例急诊肝移植，占总量的26.6%。什么叫急诊肝移植呢？就是在72小时之内，紧急给那些重症啊，这个肝坏死的人进行做这个换肝手术，这叫急诊肝移植。这个第二中医大学驻上海的长征医院2003年的报告里面说，2003年到2006年3年期间做了120例肝的急诊移植，其中最快的是入院4小时急诊肝移植，这在医学的历史上是奇迹，不可思议的。这就必然有可能有这种可能，他们既然这样做了，那就说明啊，他们有一批随时可以取器官的人，啊，在需要的时候，他可以取他的器官杀掉他。那只有这样的情况才能满足他们这个几个小时，最长72小时之内的紧急肝移植。调查对象：黄杰夫，中共原卫生部副部长，兼任人体器官移植技术临床应用委员会 OTC 主任。2005年10月，中国的新浪网、乌鲁木齐在线、当代护士杂志、凤凰周刊都报道了黄杰夫在新疆开会期间
成功做一个肝移植手术的新闻。新闻中这样描写：2005年9月28日下午，黄杰夫打开一名肝癌患者的腹腔后，发现由于肿瘤侵润，不能采用原定的半肝切除术。在手术台上，黄杰夫提出了改行自体肝移植的设想。手术中需要一个相匹配的健康备用肝脏，一旦自体肝移植失败，就进行异体肝移植。经几十分钟现场讨论后，黄杰夫联系位于广州的中山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和位于重庆的第3军医大学西南肝脏医院医治中心，要求他们分别提供一个备用肝脏。2005年9月29日下午，2个备用肝脏分别运到手术室。2005年9月29日晚上7点以后开始手术。2005年9月30日上午10时左右，手术结束，不再需要备用肝。从找到备份肝，从广州、重庆启用到乌鲁木齐也得24小时了，将近24小时。所以说，从这个意义上讲，他们从广州、重庆拿来的或新疆找到的这个备份肝都是活人，不可能从那里切了肝脏拿过来，拿到半路上就不能用了，对不对？为什么这样说呢？一个，肝脏能保存不能超过15小时，对吧？第二个，这还要随时要能取啊。第三个，这也是游离于司法之外的，不是死囚犯。为什么？死囚犯的处决是有特别规定的，是由根据最高法院批复的处决时间和地点进行，而且必须有检察院或法院的人在场，验明正身才能处决。对于活摘的调查，比较难的就是现场目击证人的取得，或许是有上苍的庇佑，王志远和他的团队也获得了一些宝贵的现场目击资料。其中之一的是2009年，一名中国辽宁的武警向追查国际的调查员讲述了他现场看到的活摘一个女性法轮功学员的情况。辽宁的一个武警是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现场持枪的警卫，他当时是担任这个事情是发生在2002年4月9日。这个人通过那一次事以后，目睹了整个的活摘器官的过程，因为过于惨烈，对他的精神刺激很大，良心受到了严重的打击，所以长时间就是失眠心神不定各方面。这样呢，单位呢就没有让他继续再当警察了。过了几年以后，他给我们就举报了。以后王宪，如果我还活着的话，你就帮我转载这些东西。好，我答应你。那个，如果我要是死了，你就找别人，或者是打听我这个，或者是把我的这个事迹做成一个文章。我倒是不是为了让他知道我，为了让更多的我出来，敢于说真话。哦，你的目的是这样子哦。哎呦，你太伟大了。没有那么伟大，我也很龌龊。那个时间你好像没告诉我哈。2002年4月9日。4月9日。对，4月9日下午5点开始解剖，时间进行了3个小时。当时我们经历了就是得有1个星期对他的审问、严刑拷打，身上已经有无数次伤疤，并且电棍这个电他已经就神志不清，把他打的已经就是反正又给他又不吃东西，
然后我们强行的给他这个灌牛奶往他的胃里，然后他不喝就强行给他灌，你知道那个把他鼻子捏上，他就是人的本能就必须喝，于是维持着他这7天瘦了15斤，而这个时候不知道是可能是辽宁省公安厅某办公室吧，反正是一个挺保密的部门派了2个，这个一个是解放军沈阳陆军总医院的一个军医，还有一个是第2军大学毕业的。这个具体反正一个岁数大一个年轻的，在这个就是某就是给他送精神病院的一个手术室，然后进行这个一套东西，然后不打任何麻药，然后这个刀啊在胸脯上，就是他们这个手啊一点抖都不抖，要是我下手我一定抖了。别看我这个在武警我端过枪，我也这个就是进行过这实弹演习。但是我也见过很多死尸，但是看到他们，我真的佩服他们这些军医，手一点也不抖，直接就戴着口罩拿出来了。当时我们就是一人拿一把手枪在旁边站岗，那个女人就嗷嗷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从胸口的时候划下去的时候，他喊了法轮大法好，嗷嗷就大叫一声，说法轮大法好。说这个你杀了我一个人。我具体大概意思就是你杀了我一个人，你还能杀了我们好几亿人的为了自己真正的信仰被你们迫害的人吗？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医生军医犹豫了一下，然后看了我一眼，又看了我们的领导一眼，然后领导点了一个头，他还继续的，然后把血管先摘的是心脏，然后再摘的是肾。当心脏的血管一剪到一下，他就进行一阵抽搐，然后那个非常可怕的，就是我给你学一下声音呢，就反正我也学不好，反正撕裂那样是，然后就就一直这个张着大嘴，睁着2个眼睛，张着大嘴，哎呀，我不想再讲下去了。他跟这个人的谈话录音很长的。我们这2次报告只是取了其中的一部分，因为呢，这个人呢，我们是按照他自己的意愿做的。他说他死了以后才全部曝光，因为至今我们没有得到他这个人死亡的这个消息，我们只是报告他的一部分。我们觉得他还活着。当时听了这录音啊，感到非常震惊。这个非常惨烈，我感觉到呢，这个不是一个单纯的常规意义上的器官移植、采取器官、买卖器官，它是一个对法轮功学员的酷刑折磨的一种延续，是一个极端的酷刑。提起军队、警察、法院，在平常的观念中，这些机构都是在保护民众的。但是在采访中，有多个医生谈到他们是从监狱、法院、610、政法委甚至军队那里拿到法轮功学员的器官。那么事实的情况到底是怎么样的呢？对于这些部门，追查国际改变了他们过去的办法。他们常用的做法是用中共领导人的秘书、国家安全局、中纪委的专案组官员的身份来进行调查。机构介绍，政法委是中共对国家司法部门实施领导的一个党内机构，具体职能是指导协调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国家安全机关、司法行政机关等中华人民共和国司法机关的工作。1999年6月，为了镇压法轮功，中共中央设立了610办公室，与中央政法委员会机关合署办公。调查对象：原辽宁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调查时间：2012年4月13日。原辽宁政法委副书记唐俊杰吧？
您哪位？哦，我是中纪委博西来专案组的。我们那个你好，这个就是关于这博西来在辽宁的一些事情，我们想向你这个了解一下。哦，好啊，你什么时候？我什么时候去？那个我们先那什么吧，那个我们先电话里头先了解一下，如果要有必要的话，我们再给你发函，那个请你过来一下。好。就是大概有几个问题吧。你说。头一个问题就是，在这个摘取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移植手术这件事情上，这个博西来做过什么相关指示吗？那个我分管这个工作，那个中央直接抓这个事，影响很大嘛。联合以后，好像有，他也是正面的，好像还是正面的，那个是主要是常委会讨论呐，那好像还是正面的一些东西。你现在在什么位置啊？你问这个问题我有点，你在什么位置啊？现在呀？如果唐俊杰说的是事实，那么按照常理，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中，也应该有人负责这项工作。而当时的中央政法委书记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周永康。那么，事实是这样吗？调查对象原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调查时间：2012年4月17日。这个是李长春同志吗？是啊。我是这个罗干办公室的张主任。这个我们这罗干同志睡觉了，然后他有那个几句话让我转告您一下。他们好像是说我们得到消息说想在您这个离开这个期间，还有这个咱们贾庆林这个离开期间，就是想这个用这个摘取在押这个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给博西来他们定罪。这当时你问苏永康。那个当时他们具体管这个事儿，他知道。好了，你让我秘书再接着跟你说。李长春在对话中提到的周永康分管这项工作，从逻辑上的推理，与辽宁省政法委唐俊杰承认自己分管这项工作是吻合的。调查对象：辽宁省锦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工作人员。调查时间：2006年5月22日。喂。请问是锦州中级人民法院刑一厅吗？对。我只知道2001年开始，我们一直都是在跟法院看守所呀，就是拿那个年轻的、健康的那种练法轮功的那种肾源供体现在的话就是少了。所以现在我们不知道你们这个法院还能不能提供就是这样的供体。那得看你们那条件吧，得跟领导商量。你那条件好了，我们估摸还能提供。是吧？对，看你那啥情况。这个我会把你这个情况向我们厅长汇报，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厅长自然会跟你联系。那么军队系统到底是否参与活摘器官？中共的最高层知道这些情况吗？调查对象：原中国国防部部长梁光烈。调查时间：2012年5月4日至10日访问美国期间。喂，您是国防部梁光烈部长吗？你哪一位啊？我是我们有几个简短的问题问您一下。他王立军最近几天跟我们有一个新的，就是提供了新的情况啊，就是他曾经跟这个部队的医院合作呀，用在押的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方面的研究。所以请您跟我们介绍一下，就是部队的这些3甲医院用在押的法轮功练习者的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方面的事情。你这个有2个事儿啊，告诉你啊。嗯。一个是我在国外
嗯。你这个电话打来以后，我不好证实你的身份。啊。第二个，他这个说是你说的那个事情。我也不管这个事儿。这是属于那个，是不是应当属于总后勤部负责呢？那你要去问问他们谁管这个事儿。就是这个，就是您这个在您的做那个总参谋长这个期间，那个有没有听说过这方面的事情？听说过，因为我是管军事工作，我不管那个后勤医疗的事。那如果当时那个如果部队负责看管一些这个器官移植供体的话，那这个事情我听说这个事儿就是那个军委开会的时候，那个有没有讨论过这个事情呢？讨论过这个事情。调查对象原中共解放军总后勤卫生部部长白书忠，调查时间2014年9月30日。喂，是原总后卫生部白书忠部长吗？你是哪里呀？我们有一些情况想向您了解一下啊。你怎么着？你什么时间有什么事儿？你说。是这样，就是在您那个担任这个总后卫生部长的时候啊，就是摘取在押法轮功人员器官做器官移植手术这件事情，是当时的总后部长王克布置的任务，还是军委直接下达的命令呢？当时是江主席啊，对有一个批示，有一个批示的话，就是说，说开展这些事情，就是器官移植。后来江主席听说有一个批示，就是人员卖肾做手术，这个应该说就是开展肾移植的，不单是军队地方，因为那时候江很重视这个问题，很重视这个问题。谁很重视这个问题？江当时在位的时候还是很重视这个问题。都有批示的。您是那个从98年至2004年担任这个？对，担任卫生部长，总后卫生部长，98年到04年。那么，现在的政治局委员中，是否了解江泽民是下令活摘法轮功学员的元凶呢？根据中国问题专家们的建议，追查国际调查了被认为是江泽民的嫡系的现任中央政治局常委张高丽。张高丽将要访这个哈萨克斯坦这个国家。好，我们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这样我们就对张高丽的行踪进行了严密的观察调查，找到了他的飞机的班次、时间和他下榻的宾馆。在他下榻之前，就是飞机降落之前，就了解到他宾馆，并且拿他电话。在他下飞机以后，刚进了这旅馆，其实可能也就是还没坐稳的时候，电话就打到了他这个联络员手里，然后联络员就把这个电话就交给了他。调查对象张高丽，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调查时间2015年6月24日。这样的，我是江泽民同志办公室的刘秘书啊。这个刘秘书你好。你好。江泽民同志呢有几句话让我转告你，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习练者向最高检察院说最近有上万名法轮功习练者向最高检察院控告江泽民同志，说追究江泽民同志下令摘取了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责任。说江泽民同志很担忧这个事他希望您呢在政治局讨论的时候一定要逐次追究这件事您能做到吗？你要知道这个追究几百万这个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责任很大很重，您知道吗？您能讲的。我现在哈萨克斯坦。对。当下飞机
对，我就说你回去了以后啊，这个是回去了以后这个事你得要。好。还有一个我想问一下啊，你说。还有就是现在。好，行，那你一定要得阻止这件事情啊！你要知道这个追究江泽民下令采取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这事情，责任很重很严重啊！好，那行。这个祝江主席健康长寿啊！那你这个事一定，那你这个事情一定要回去抓紧啊！还有一个。这个剩下的一些这个法轮功训练者也得处理好啊，不能出纰漏，好吗？那就这样啊。好，再见。我们就以江泽民的秘书刘秘书的身份就给他打，说现在有上万的法轮功学员在控告江主席下令活摘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这件事情性质非常严重，责任很重，你知道吗？他在答应，而且要他在政治局常委开会的时候要阻止追究这件事。而我们4次提到江主席下令活摘几百万法轮功学员器官，而且给他强调了这个责任非常大，非常重，性质很严重，你理解吗？他都答应，没有任何的怀疑、反对、辩解，而是说坚定的说一定去阻止，并且让江泽民说要江主席放宽心。随着调查越来越深入，汪志远和他的团队越来越痛苦。这里面绝对不是几千个、几万个法轮功学员被活摘了器官，这是一个国家行为。不难想象，在中共政权庇护下，会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活摘、被虐杀。2016年6月22日，加拿大前亚太司司长大卫·乔高、资深调查记者伊森·格特曼和加拿大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在美国国家记者俱乐部联合发布中共强摘人体器官的最新调查报告。报告显示，中共强摘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器官数量惊人。中国器官移植手术数量每年约6万至10万例，2000年至今可能高达150万例。2016年6月13日，美国国会众议院以呼声表决的方式，一致通过了343号决议案，要求中共立即停止针对法轮功学员等良心犯的强摘器官行为。李祥春，追查国际外事办主任，医学博士。他343呢，就是说他是作为一个决议案，他是就是美国国会有史以来第一次就是公开的用决议案的方式，就说承认，说明他们已经知道这个活摘这个器官这件事情的存在。第二个呢，数目庞大。第三个很关键，他这个决议案里面讲的就是说，是中国的政府的国家行为，他讲 state sanctioned， 就是说是政府批准的这么一个行为，也就是说跟其他的所有的这些个有关器官贩卖那种黑社会或者那种个体或者是小团体犯罪是完全性质不一样的，这是人类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这样一个政府组织，在
大规模的这个摘取器官。随着343号决议案的通过，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一些主要媒体开始关注报道中国发生的活摘事件。以色列和台湾还相继通过了禁止去中国进行器官移植的法律，但是这是远远不够的。在中国，一部杀人的机器已经形成了10几年，几句谴责、几个抗议是无法让它停下来的。那这个人呢，一旦这个才卷入到这个杀人的这个机器里面了，一旦呢这个在这样爆炸性的暴力的促使下，那就不光是只杀法轮功学员了，那就很有可能什么人都杀，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只是说这个世界的多少的问题。2016年，汪志远和他的团队还在继续调查。2016年4月19日，黑龙江省牡丹江市法轮功学员高一喜被牡丹江市公安局先锋分局非法抓捕到原明社区警务室。4月30日，家属被告知高一喜已死。而中共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科长朱家斌在电话中高调承认活摘了高一喜的器官，器官被摘后卖了。调查对象：黑龙江省牡丹江市610办公室综合科朱家斌。调查时间：2016年6月21日。你把人器官摘完了，那就没事了。朱家斌呐，卖了啊？都卖了，卖了都可以了，你就说的这么轻巧啊？那高一喜要是你的亲兄弟，你也这样说话吗？朱家斌呐，那他不是人的玩意儿，怎么就秃噜了？长破肚就摘了就卖了呗。你们参与活摘高一喜器官，你还这样说话，你良心没有啦？你的良心何在呀？有啊。你迫害好人，你把人家器官卖了，你还这样说话？不是，我刚才跟你说了，你现在要有胆量站在我面前，我一样把你活摘了。我跟你说啊，老子外号叫屠夫。我跟你说啊，你还有人性吗？你还是人吗？下回给我打电话，别叫我名，我改名了，我现在叫屠夫。To the slaughter, gone without trace. Doctor, how could you fall so far from grace? Breath in their lungs, their bodies still warm. Their organs are stolen and sold to the world. And the animals upstairs take a slice of Falun Gong. Lambs to slaughter, sons and daughters, tears are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Lambs to slaughter, made to order, tears are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you. Skinned and dismembered, plastic-filled veins, corpses lined up like a circus display. Mothers with babies unborn in their wombs, they were tortured to death, now defiled in their tombs.
and unknowingly we go as the devil takes his dues. Lambs to slaughter, sons and daughters, tears are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Lambs to slaughter, made to order, tears are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you. Ooh. Under the cover of the dark, they load him on a train. Someone ordered a heart, men and women in chains, transported to slaughter, blood warm in their veins. Innocent sons and daughters, this is truly insane. How can we explain the word inhumane? Doesn't scratch the surface. The doctors and the surgeons kill for the regime. We pray for the day when blood is washed clean and the people are free. People are free. Innocent lives, can we stand back and let these people die? No, we gotta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No, we gotta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Stand up for lambs to slaughter, sons and daughters, tears are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 Lambs to slaughter, made to order, tears are falling, we haven't forgotten.